地方消息來看，中華汽水原集路邊仔的飛機模式當咧大開，這規片攏是水紅色的，是真水。不過袂少去賞花遊客煞是撞入邊仔鐵軌路，唔但造成這火車愛放慢，甚至閣愛停落來。警方就提醒，這款撞入鐵軌路行為是已經違法啦，上當會當罰5萬塊。呼籲大家千萬唔通加錢，嘛莫甲家己的性命講耍笑。列車到底要來啊！毋過鐵軌路4個位攏是人，手提手機、相機拍拼翕，司機員只好減速，甚至幾擺攏被逼停落來。小姐，你站在鐵軌旁已經違反鐵路法了，你趕快下來！另外民眾也翕到列車慢慢挖進，毋過鐵軌路邊有幾個治無法的遊客，想要趁列車經過時翕水水的相片。雖然司機員一直是喇叭，但是唔離開，為免予人替因流清汗。中華麗水這條飛機無步道，邊仔就是代替一節線，一到花季就吸引大批遊客。今年回訪大爆發，也毋過佇清明連假期間，人是雜通通。發生未少的亂象。這個本來就是他們鐵軌火車該走的地方，不是我們人應該要下去的。你拍，你可以在這邊拍就很漂亮了啊。安全為重，拍照還是要嚴重。對。雖然花旗木很漂亮，但是生命更重要。當地村長也表示，雖然也爭取設置欄杆，也毋過遊客也是會為偏高度的空棚弄入去。邊仔雖然都是派出所，也毋過鐵路屬於鐵路警察管轄，警員則會當加強勸導。鐵路警察表示，這款的行為會當以違反鐵路法來規範，可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款。本分局以編排勤務，加強取締違規行為。一台火車就像一台大型的連接車一樣，一定有很多的死角，攝影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列車的淨空，可能會被火車的這個車體去掃到，或者是有的拿自拍神器，可能會被火車的這個空間去打到。鐵道團體表示，列車時線死角多，加上大動也愛有一定的距離甲時間，一旦發生狀況，司機員是真歹應變，建議愛提懸見警率，民眾也愛加強自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